来看最近市面上有一批大农两品进口的巴西鸡卵，因为有效日期飘失错误，厂商宣布讲全面回收，销售是表示讲会来处罚，消费者嘛会当退货，嘛强调讲因为这批卵的保存期限有4个月，嘛还未过期，民众是唔免烦恼。也毋过外界嘛质疑讲鸡卵的保存期限4个月，遮尔长敢无问题咧？销售嘛有说明，咱做回来了解。 大农两品伫全年在卖的巴西卵，因为有效日期标唔对，到10月初5，销售11日稽查了后，已经要求爱收转来改日期，而且会罚。大农嘛全面回收2000盒的卵品，若买到的消费者会当照规定来退货，那已经食了嘛免烦恼，因为还未过期。那这一批的蛋品的话，总共是有2000盒，然后它有先做一个概估，预计可以回收大概600到900盒之间。根据了解，全年拒绝购买这批巴西卵，回收了后，敢若会当转水卵等加工来使用。进前农业部讲，巴西进口卵有做喷膜的处理，保存期限到4个月拢无问题。销售讲，这批卵品经过大农筛选了后，并无搁做喷膜，但是目前并无变质。我们不知道，从我们报验资料里面看不出来它有没有涂蜡。 保存4个月期限的这些蛋，有看到在4个月内有变质腐败的情形，我们会再持续关注。国民党立委是不满超市进口卵争议这么多，13起监察院来တင်情。洪明凯质疑农业部长陈吉仲讲白贼，公布海关资料讲8月同款有进口巴西卵，持续还是有进口，是不是陈吉仲自己又在打脸自己了呢？ 农业部是发新闻稿讲，关务署的资料是货品过海关到会当领的时间，巴西卵上尾一批会当领的时间是8月17，目前嘛已经全部拢已经提领完成。搁一摆强调讲，巴西卵落尾一批到港的时间是7月17，8成功了后是无搁进口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